国际想要紧来看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拜登甲川普第一场的电视辩论会，透早9点开始。双方是对经济、移民、俄乌战争、甲以哈战争，佮讲到国会暴动、少数族群的权益等等。川普的理路是真明确，颠倒是拜登一直讲唔对过，嘛互支持者拢感觉真失望。 拜登讲，川普是被定罪刑事罪犯。川普讲，拜登是美国史上做上歹的总统。美国伫伊的治理之下，成做第三世界国家。这场是控制数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电视辩论会，两个主角伫台顶拢无暗砍来讨厌对方。The crimes you are still charged with, and think of all the civil penalties you have. How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do you owe in civil penalties for molesting a woman in public? 被问到高通膨、价高物价经济困境，拜登批评政治，川普留落来只有政策混乱，伊负责将经济发展优回正轨。川普反击讲家己近代无战争，经济发展真好，佮考试拜登为伊创造工作机会对象是无情移民。We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e have never done so well. Everybody was amazed by it. 有关最高法院对提款判决的问题，川普讲民主党组成的州会将有薪9个月妇女进行后期提囡仔，听到拜登是目睭戴大蕊，批评这是黑白讲绝对无这代志。 川普是承诺，伊支持使用对提油啊。俄乌战争议题主持人问川普是毋是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停战协议，川普表示无法度接受，然后批评拜登对乌克兰军援支出太过悬。拜登是回应，并是直接提供资金，是提供武器协助乌克兰自我防卫。I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 will have that war settled between Putin and Zelensky. As president-elect, before I take office on January 20th, I'll have that war. 主持人问到有关会议拉丁下定少数族群权益保障的问题，拜登承认做了也无够好。川普是指通膨毁坏会议甲拉丁的生活，佮指控拜登或是对移民失败，达到这笔2000万乌人的头路。伫问到有关议会问题，川普用家己伫高尔夫球场的表现做例，讲家己体能、智能拢真好。拜登是回应家己正乐意甲川普进行一场赛车竞赛。 辩论会规过程，川普攻打手辩的表现真明确，伊个一路是黑白讲的本事，也好所媒体线顶事实查核无因一直竞争川普讲出的错误。拜登是稍声两岸无神，前半点钟还阁一直口误，对川普的地球攻击的回应，就是毋捌听过安尼讲过。民主党阵营社群媒体是集体讨论，对拜登的表现是一片哀嚎，对选情感觉真绝望。拜登的幕僚对外解释。 这是因为拜登最近在感冒的原因。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